法无有比，无上大果，就是无正面经文啦吼。当然，正面经文就是讲无结经啦吼，规无结经啦吼。因为伊这本册内底，伊规无结经是一个无出家的这个在家修行，规无结，但是规无结这人是真厉害啦吼。那当时佛陀叫着几代菩萨要去到的时阵先讲规无结啦吼，规无结这论法到尾大家叫规无结，安尼修理着啦吼。到尾好势讲伊讲规无结论法吼，伊这个是真正这个厉害。所以呢，伊家己讲的就讲无正面经文啦吼，规无结经就对啦吼。法无有比，无上大果，境界就是讲到这个法的物件，无有对待，无对待，无有相对的物件，无有相对的物件，无上大果，无上大果，无有一个对应的物件，这无上大，迄叫做绝对，迄是叫做相对。即嘛咱继续来解答。这头的解决，明如智慧，暗如烦恼，修道之人，上为智慧照破烦恼，通不离智慧照破烦恼，无事生死平和出离，无事生死平和出离。烦恼就是菩提，无二无别，有一智慧破烦恼者，处事自性见解，妙乐定机，上帝大吉，实不如是。当然，讲完这段了后，因为这个世前伊讲明就是咧讲智慧，暗就是咧讲烦恼，第三样咱真作者当初咧讲光明甲暗，智慧甲知识，咱真作者当初咧讲这问题，因为咱若无用到这个对立法来讲，因为这个对立法。无立个对立法，你要安怎讲绝对？你对立法了后，当中有一个暗，有一个明，有一个暗，有一个明，有一个暗。咱来讲有一个善，有一个恶，有一个恶，有一个善，这叫做对立法。但是伊讲实相的内底当中，咱会了解，迄个实相，实就是叫做绝对，伊无有相对，讲伊无有相对的物件。什么叫做相对？相对来讲，有一个善，有一个不善，这叫做相对。善与不善，只有你自善之外，毋是自善之内。自性中的内底当中，伊付出一切，但是一切就是对自性中出来。但是对自性中出来了后，迄搭是一个分别出来，毋是二内底有分别出来。无分别出来，所以呢，因为这个感觉就是讲，迄个世前伊就在问伊是讲，你咧甲我讲的时阵这个这个暗甲明的代志，我听到这我嘛是听有解了解，你若做咧讲的这个实相的道理，甲个明就是智慧嘛，就咱就来讲无知就是咧讲黑暗。智慧就是讲光明嘛，安尼暗就是比如烦恼嘛，修道之人上不以智慧破除烦恼，那无事生死平和出离，这句话就是来讲嘛。那无把智慧化除烦恼，听好烦恼本来无的物件，是何里烦恼？因为智慧本来嘛，智慧何来生智慧？安尼讲听我意思，
生烦恼，迄是一个对立法的物件。我即摆做较简单的比喻，这个水，这个水，这个水啦吼，咱甲讲啦吼，是不是？哦，不是，北风就是风水嘛吼，是不是咧？南风你讲火嘛，西风叫做金嘛，北风有贵水嘛，东风呢木，中风呢土，有无？这叫做形成一个五行嘛。若以水甲解说的这个怎这叫乌嘛，是毋是咧？咱有属乌嘛？哦，风有贵水属红嘛，是毋是红？这属白嘛，这属青嘛，这属黄嘛，是毋是安尼解说？哦，毋过呢，因为二五行内底当中讲，这个北风有贵水，水属乌，但是水的本质，水的本质啦吼，本质，伊的本质敢是真正乌吗？伊的本质敢是乌吗？伊这个讲就是讲啥物件？你海甲看去，看陆风去，咱讲入侵，入侵啊，海底入侵，连千看，但是看到千白白对不对？即款愈来愈清楚，看到尾啊就变成乌的，对不对？你看乌的，就是代表迄个水咧浊侵，咱看到迄水变乌，但是伊敢是乌的，伊毋是乌的，所以因为水这个物件，伊的本质毋是乌的，无啥物生理效果，啥物生理效果？因为本来伊的本质就是，咱咧讲无对立的物件，无对立的物件。你今仔日这乌、青、红、白、黄，这五种，但是水会当甲变黄、变白、变红、变青、变乌，安怎调？因为你水甲泡黄的，就有影；你甲泡白的，水就白啊；你甲泡红的，水就红的啊；你甲泡青，水就青啊；你甲泡乌的，水就乌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水是啥物色？哦，咱有一句讲叫做原色，原色，原色是无色嘛，原色就无色嘛。这个无色，这个绝对嘛，叫做绝对嘛，绝对嘛，伊无相对，伊甲泡黄的白物件，泡的这叫做相对啊。这已经比属性外，这是相对。以本来本质来对当中，它是绝对，它是无色，它是原色。无你水了什么色？我讲咱听有无？咱这讲自性。咱讲自性，自性有一个叫怎有一个叫暗，自性有一个叫怎有无？伊自性就无暗，伊自性就无光，伊本来就是绝对无色完全，伊本来就是空性具足嘛，本来就是空性嘛。所以，咱打算不属仙，甲不属乌，是明啊！你本来就不属仙，甲不属乌，无这两个，本来就我哋讲自性嘛。但是咱今日因为世间事情一直都无袂出讲，什么叫做暗，什么叫做光明。什么叫做智慧？什么叫做烦恼？伊都分袂清楚。
甚至咱今听到尾啊，达做咧讲是讲直接咧讲即个物件哦，伊毋是咧讲外口的先恶，跟暗，伊即毋是咧讲即个对立哦，这叫做对立无，这叫做对立无，伊讲即个绝对，绝对，伊要有自性。不属仙，甲不属恶，是明啊，绝对这个物件自性，你本来就无，这个物件就是无啥物件，无绝对的物件。就我拄则咧讲，因为外口物件拢是这物件，拢是绝对的物件。水伊本质就是因伊绝对无讲性。所以你用水甲泡呾，伊就形成出来，迄已经形成一个呾，形成一个色出来啊。色叫做形色，形一个色。啊，这个你泡这个色出来，叫做分别出来，叫做分别。啊，这个分别呢，叫做无分别，无分别。因为叫做对立，叫做分别，对立分别出来嘛。伊毋是叫显分辨，毋是叫你无分辨，毋是叫你这个。所以，咱而家明如智慧，暗如观啊，这是世间讲的哦。咱看好哦，这是世间讲的，伊就咧讲明就是讲智慧嘛，暗就是讲烦恼嘛。啊，你今日是修道人，你若无智慧来看烦恼，啊，你有死生死凭什么要出离？你凭安怎要出离？但是，你若无烦恼，无智慧，智慧甲烦恼对得出来，智慧甲烦恼拢是对啊，对这自性出来嘛，拢对这自性出来嘛。所以老师就讲哦，说话烦恼是菩提，无二无别。烦恼是菩提，什么叫做烦恼？菩提，听好哦。这个菩提甲烦恼，这个菩提甲烦恼，就是菩提，菩提咧叫善，烦恼就叫做恶。啊，这个烦恼是离菩提，离苦咧讲叫做自性。伊这无讲对立无，毋是。这个讲叫做自性，这个就是对这个出来，这个就是对这个出来。若无这个道理，烦恼这嘛是一个菩提，你先若烦恼，你先若有你，今日你若无这个菩提，有这个自性，你才做这个出来。所以烦恼甲无烦恼、有烦恼，拢是离菩提走出来，这个菩提自性走出来。所以自性甲叫做生一切，一切生一切万法，就是对自性起用。一切万法就是对自性起用，烦恼嘛对自性起用。毋当咱而家咱过去有一个讲三界求生，心不有，心不有处，妄言。妄言无，妄言无实，即菩提生死，
涅槃，问明定，生死涅槃，烦恼甲菩提，因为众生咧看无平等，佢咧看是平等，既然那个，因为咱们为一切思想上内底当中无生一切思想心，三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叫做三界。过去心不可有，现在心不可有，未来心不可有。心不有处，心不有我，这过去心心不有我，有就是讲无一个指导的意思，无一个指标意思。心不有处，这个心无一个指标，有处就讲心无一个妄言无。烦恼是不是不妄言啊？这个烦恼是不是你妄来？你不烦恼你也妄，这个妄言就是对菩提出来嘛。你现在妄心，唔当这个烦恼，你无烦恼，就是为了菩提啊嘛。你有烦恼，对菩提就变烦恼嘛，这样变咯。你无烦恼就为菩提啊嘛。安尼到尾啊，烦恼是不公平的吗？这么公平的吗？一切一切所演变出来事情为，但是咧为了菩提，嘛是个平等。妄言有处妄言无，妄言无实。这个妄言，这个无实哦，即菩提。这个菩提，你佛教上叫做理论，佛教叫做讲。这个菩提嘛，当中叫做，这个菩提嘛叫马上叫做分，马上叫做主相。你这个明了无啊？无是，你讲，你分啦。你若已经甲佢生死甲涅槃，有平等无？所以呢，《金刚经》第13分提到，事法平等，为何啊？证明阿弥陀佛什么上道？伊无人无我无中间无形象，是一切现法。所以你平等来，当中叫做哪？马上叫做菩提，马上叫做佛，马上叫做殊胜。因为平等就是无对立的物件，众生看菩提甲烦恼是对立的，对不对？毋过，你看菩提甲烦恼是，因为烦恼是起一个妄想，你妄想无了后，你为了菩提，你为了清净，你自性中起了一个烦恼，起了一个妄想了后，变成烦恼，这就才造出来。但是你不得看，而且生死甲了烦，生死，众生无生死叫做轮回嘛，是不是呢？轮回嘛，一凡叫解脱嘛。好，毋过呢，你若离到菩提，即菩提了后，轮回甲解脱拢是一个名词，拢是一个名词啦。伊本来就平等的物件，众生咧看到轮回甲解脱，伊本来看到一个生死甲咧烦，可能看到生死甲咧烦物件。所以这是性命咧看的物件，伊看出着哪？因为你世间的内底当中，看你。地位甲看你烦恼，伫对法内底当中，烦恼甲地位就是拢对这造出来，对自性造出来。伊即个叫做作对，这叫做作对。若无作对，袂当作出一切相对，这个作对，毋通造出一切，一切爱归纳于菩提，这个菩提叫做一。自性叫做因嘛，自性嘛叫做分嘛。
那安尼的时阵用，即物就合关，即推从我右边，安尼毋是拢推荐得出来吗？安尼毋是叫做平等吗？用一切，无用归纳比，归纳是物件。哦，所以呢，咱的自性中内底当中，自性生出一切万法，一切万法，对，在自性中，就是这个物件。所以这段当中，咱一定要了解，所谓烦恼是菩提，无二无别。烦恼是对菩提透出来，有烦恼就是去妄念，无妄念就是归入菩提。伊这是一个因，它不是恶。伊这毋是永远留伫的物件啦，伊这袂调的物件。你若无烦恼，就归入清净啊，较后就一个烦恼。敢是安尼？这种是一种烦恼，一切是有因对一切物件，拢是一个外在的名词。你若归入你菩提，就拢总无啊。咱想讲一话，别穿为海，这个海就是叫菩提，那叫做性海。这个别穿的一切是非非，讲未了的是非，你若我当归入伫大海内底当中，这个别穿臭水沟，还是浊水，还是什么太河水、变数水，拢总往搁比海底落去，因为伊较有呢。伊讲一切的，吼，浊水，到一切垃圾水，到一切的物件是无啊嘛吼。啊，一切垃圾水、浊水当中，迄叫做哪？迄个甲介绍叫做烦恼，叫做烦恼嘛。哦，迄叫做烦恼嘛。作者对迄个这个种，但是你若好入去了，菩提了哦，到嗰度这物件。一切物件都无存在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无存在，伊也无存在，叫做无二无别啊。它是无二无别嘛，因为无二无别叫做哪？叫做进入绝对嘛，绝对是物件，绝对无别嘛。啊，绝对绝对嘛，一切物件拢相对，唯有就是你见性，见性是叫做绝对。若以地为破烦恼相，处事而成境界。阳落定义，上义大经，识不如是。伊就来讲啊了。若一地为了破烦恼，你今仔日啊，一直咧修地为了破烦恼，你破会了？会了啦。咱经方面第二来讲，哦，应如是诸，如所诸。哦，小个。师菩提立定一天，我你说，有六贤当作贤，如理发阿妙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如是诸，应如是行一切，不，应如是诸，因为伊咧讲，我免啊，这个不对，伊咧讲，我免安住，我免安住，我免行好。所以咱唔是两个问题嘛，温和应诸嘛，温和含好其心嘛，对不对？伊咧唔是两个问题嘛。但是阿弥陀他心含好嘅，或者是或者问题，你讲啥？所有嘅物件，所有嘅是非，有为了物件，拢唔是两个道理。这样叫做一切，这样叫做是非，这样叫做是非。是非一切，因为按住来调嘛，你行后面好势嘛。但是伊咧用佛道，这两问题，就安怎讲？若有贤人自贤如理，发阿妙得了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如是诸，应如是行一切。这两步骤重要。经文经二30分内底当中，应如是地，应如是见，应如是性界不成不相。伊就30分内底讲，应如是地，应如是见，应不成不相，应如是。这是
是了解这两句话咧讲啥物啊？这两句话我过去甲讲起来，心物一如，莫不皆是。你的心物一定要有这个如。金刚经第7文当来讲，第4文当咧，菩萨应如是，菩萨应如是，应如是，应如所告诸。顶文就是菩萨，你这个菩萨应，你一定要有这个物件，应着这个物件。这个物件叫做哪？这个物件叫做佛。但是这个物件叫做佛，佛应如是佛。你这个是一个绝对的名词。所以咱我过去来讲，这个如叫做实相，实相啊观相。这个如就是该说这个物件，这个物件就叫做文理，反正心里咧讲的物件，实相它这个观了，它这讲这个如，这个是圣人伊的文理是绝对，圣人的定义是绝对，这如是这两句话再来解释叫做三波罗。三波罗换成简单的就是讲，这个如是叫做一个清净。清净无染，清净无染。啊，你若清净无染，你安做好势袂？你若清净无染，安通会好势袂？其实，咱的烦恼、咱的对立、咱的是非、咱所有物件，是所无题无题，无得我要安住我的心，因为你心安住袂好势，烦恼多、是非多、对立多。安住好势，喊我袂好势，我就要生起心妄想，我就要生迄种的无好的心，但是偏偏你行起来，什么问题？你叫我安怎教你？我不教你。你今日应如是，你应生一个心情无染的心起来了后，你的烦恼心就无了，你的对立的心就无了，就参像我过去常咧比喻。咱内底叫无所说，但是你若过到跑等于迄活无去啊！啊，你今日你有足侪烦恼，一定能有千里啊，一定能灭万一。你有足侪烦恼，足侪是非，足侪对立，但是咱今日呢，若会当遇到清净无染，清净无染，到清净无染这个物件，那安尼当中，你有烦恼吗？你有对立吗？你有是非吗？因为咱无法度，咱学迄个物件，咱的智慧，咱的背后是咱家己本来迄个清净，咱无法度无智慧人看咱本来迄个清净的智慧无会起来。但咱学物件就是要互咱迄个有力量，咱的智慧有力量，甲人讲你有愿意你，所以我能控制你。啊，所以咱今日因为书法。烦恼即个题有人有别，即个咱大多数讲嘛，用以智慧破烦恼，这就是二乘经啊。二乘经啊，二乘的颠倒，二乘的颠倒。哦，伊认讲啊，我要生智慧，我到你这个自性中要生一个智慧来降服着这个什么呀？哦。来，好，来破这个烦恼。我这个世界智慧可以破这个烦恼，但是你呢，一个清净无染，我今仔就生个智慧。本来就无物件，你怎么生成智慧？本来无物件，你生成智慧，就是因为你今仔日无了解自性中，咱今仔日怎么生成智慧，去破这个烦恼？啊，哪你要生成智慧去破这个烦恼？那安尼。不得力经方经第3文第6文讲，欲出法相，即叫我人中实相。欲出法相哦，即
即个法相，伊欲出心，欲出相，即个我们讲欲出一切相，咱我定思想，欲出法相，你若出法就是要去智慧，你若要学欲出法相，安尼你要怎啊？你我定思想，我相人相中相是我相，你个生人智慧叫烦恼，啊你毋是思想吗？这个叫做烦嘛，这个叫烦嘛，啊你毋是那个思想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咱来讲，欲出非法相，即用我人相是这，若取非法相，因为头前若是取相，若取法相，这两个拢无一样，你拢已经归零啊。你个处着一个两空之空，啊，我个去取相啊空啊，思想啊空啊，啊，你个执迷两空之空，多非法相，嘛是不能个执着一个活动思想会造出来。这个所以你听无，这是属于的物件哦，这个根本应该看。所以伊个可以讲，是我哋讲内定必求依我说法。恁这必求啊，听我讲道理，如法如假，法上应下不同法。我咧讲就是用着一只牌仔来比喻，但是牌仔若讲画笔，离主根到皮根到画笔了后，牌仔就爱放下，你莫搁摸只牌仔去，爱听无？人去日落啊，牌仔莫搁摸去。咱我过去常咧讲诶，感冒好啊，忙得一直要食药啊，食，人讲啊。个脚生病出来，好啊，病好，他就一直记得吃药成病，无必要嘛。你才一直这个执迷地位，你就无烦恼。迄是因为二乘义咧讲，二乘言叫做什么人咧？就来比丘啦，吼。那比丘伊有颠倒啊，伊都有颠倒，那伊叫做悟空嘛，悟空嘛，伊执迷悟空嘛，伊连我拢无啊嘛。所以阿罗汉他还有颠倒，这理性来看法。有咯，就是咧讲阿罗汉，咯就是咧讲啥比丘佛。个离迄个境界，伊有咯，有车、落车、有车，来便有车，有无？这个落有车，叫做迄个阿罗汉。落车叫做比丘佛，来呢有车叫做菩萨，来有车叫做哪？叫做佛。安尼嘛，伊这个安尼，你比如伊个叫做仙，这个仙就是讲叫做哪？迄个大只细只，甲咱讲起来，你已经领悟到什么意境，伊就来讲啦。那安尼当中。伊会讲个上帝内面的人实不如是，但是你个如是爱注意哦，这个如是，我以前做一点哦，这有咧讲三七节，有咧讲啊，有咧讲法治、法治、法治，有咧讲叫做顺修、信顺。这个如是，这个叫天理，这个如是，你袂使咱用当一些道理解说这个如是，这个叫做法治，实不如是，法治，毋是安尼，毋是这种人，所以这种就是讲法治，个使用，个信顺来讲。圣人咧讲的，我绝对接受如是。天理就是讲三法界，对咱主讲这个三法界，这句如是内底有讲这个道理内底，所以你会知影，这句话实不如是。当然，伊毋是大圣人，伊毋是到菩萨，到嗰个意境，这个都是用车大车经济，所以这毋是叫做大并智慧人啦，伊安就是啦。
落去厝底落去这个小城之言，安就对了吼。我们知道这个对象哈，干完。干完如何是大乘见解？如何是大乘见解？书完。书完。明与无明。明与无明。凡夫见义。凡夫见义。智者了达其成无义。智者了达其成无义之成。无义之成。即是实相。即是实相。实相者。实相者。诸凡无义不变。诸凡无义不变。在圣贤而不精。在圣贤在言行而不精。诸烦恼而不乱。依禅定而不执。依禅定而不执。不断不详。不断不详。不来不去。不来不去。不在两中间之内外。不在两中间及其内外。不在两中间及其内外。不在两中间及其内外。不生不变。不生不灭。性相如如。性相如如。相助不迁。相助不迁。名之万德。名之万德。这伫这当中啦吼，咱这个六祖为了伊个讲讲讲得清楚吼。毕竟世间干咯，伊甲问讲什么叫做大乘见解吼？因这个大乘见解就讲起来真足侪修道学者要了解这个大乘法、大乘见解。所以比较唔煞嘛，袂啥会清楚这个叫做大乘见解，教说很清楚但是因为连世间之前，因为伊当时伫这个听迄个这个新旧地书、新旧国书、甲有个国书因的法，但是听到尾感觉，我嘛感觉这是这一个问题，无做了解呢，未了解伊就解决唔这问题，对了如何是大乘见解？什么叫做大乘见解？这句话就是之前咧问的时阵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各位，咱有经者出，咱咧讲好听，有经者人会问咱讲什么叫大乘见解？咱若真正无了解这物件，有定些疑问来，咱怎读起来？咱唔能讲咱名，我哪有人无？事实是安尼你要甲讲，讲出来都唔对，你唔甲讲，人咧问咱无讲是歹势。所以呢，因为咱今日去了解大乘法的内底当中，其实六祖观经内底咱家己讲得足清楚。咱若好见见这本内底当中，咱见物件，咱就用力不咳，用力不接，答处不咳，说完听好咯，明与无明，凡夫见义，智者了达其成无义。这句话就是咱六祖慧能一直甲迄个时阵这个世界回答。明甲无明，明甲无明，凡夫见义智者了达其成无义这个明甲无明，正是对立啦。有一个明，有一个无明，这是思想上的问题自性中无有一个明，无有一个无明啦。安尼凡夫见义。凡夫看义，但是智者了达无义，无义就是因嘛，是因叫做信嘛，因叫做信嘛，信叫做无义嘛，无义之性，这是实相嘛，无二嘛，这个无二叫做绝对嘛，它不是相对。
名甲无名叫做相对，伊叫做相对。好，我先讲这是简单的比喻。这个太阳，伊甲有一个名甲无名。因本来的苦足就绝对这个具足嘛。伊本来的无名甲无名，名甲无名，这个是外在一个名词嘛。伊本来就是苦足，我即摆来讲个简单的比喻。咱一个定名词，定名词恁听啦吼。定名词刚刚讲起来，伊的本质就是啥？我有名字一颗，久被陈老光手。今朝晨丽光生，朝天生万头，有这句话无？哦。我有民主一个，亚民主甲下二项，这内底甲转化，伊嘛是规个工厂下岗起来的吼。这个会甲开二项，伊甲下二项，伊嘛是小厂工厂厂。咁讲，这个伊的本质，伊亚民主伊本身苦足。具足它的本族有减名甲无名，迄个若名会当较暗呢，暗会当较明呢，安尼听无？但是因为这个苦足的内底当中，伊无迄个会较暗呢，袂当较你想电火，有电火我上我要转较暗的，会当转呢。好，安尼听无？上暗的甲转较暗的，会当调较暗的，迄叫做名甲无名的。但是咱这个亚民主，这苦足亚民主，你要甲调名，伊本来就放财光明，伊本来的本质就是安尼。你甲讲名嘛，甲无名嘛，你用什么角度来讲？伊叫做绝对，它不是相对的，伊叫做绝对。相对的就是名会较无名，无名会较名，但是这毋是讲叫做绝对。伊种就是照着这个讲这个直接了达基性无理，迄个基性无理就是讲无好较长，无较暗，伊本来就是种安，伊本来就是种安。安尼讲听，咱大家，迄读科数报的，迄无较紧的，读科数无较紧的，先来叫咱念了，迄朴土的吼，迄朴土的甲朴素吼，迄伊无较紧，伊无较平，无较无灵。咱的苦足完全是何以自身本苦足的物件，是因为伫你的自信中的内底当中。你家己如果较识己有亏，识己有亏安尼尔，伫内底的物件苦足的物件，迄个物件既然较苦足，就是无歹去的。若无苦足无歹去呢？安尼讲听，苦足这个圆满嘛，圆满无缺嘛，这苦足叫做圆满无缺嘛，圆满无缺啦，叫做福啦，若无圆满，有缺，歹去啊！安尼讲听，你就歹去无？你若歹去，你要生活哪能生活？这本来咱的圆满无缺，咱的自性本来就是圆满无缺的物件，无歹去啊！若讲你头壳唔歹去，迄是讲骂人啦，你的头壳无歹去啊！安尼讲听，咱一直无歹去，是因为咱一条轮回来，咱的识知相符，咱的定无现。这是一个因后世人，反正咱的定现出来了后，咱识知甲识见，迄就是恁处处伫这个世间的内底当中，咱来讲道理出体内底讲叫做名甲无名，定甲无定。但是，都起迄个物件，你自性中的内底当中无有这个物件，它没有对应的东西，无对应的物件，所以你唔当甲你讲的，无知之性，这是实相。圆满无缺，就是
就是母语，母语拍面有质，都有能，安尼听无？这叫做字叫做对立，对立。那有字就一切，这就不会了，一切。但是一切物件爱得归纳里对，归到倒来归了这个无题这个物件。所以我们来做规定，同时，这个模组规定这个。